急诊室练消话，较紧较紧半暝卡119，阮念佛号拜托佛祖斗相共，乌圆乌圆是煞行，急诊室吊大虫，豆豆仔等病房。阿母，我知我知，毋通假有孝。阿母是一只大龙，我小龙，大龙顾小龙。昨年阮61犯太岁，过来过年你无法度啊，带我去庙里安太岁。半暝急诊室，缘投护理师，真敖骗囡仔。幼囡仔身躯用棉照被卷起来，光光秀死，剩一只手吊大虫，哇嘛嘛吼！伊叫海绵宝宝黏伫注射的所在，大纸指口退红。另外一床发烧的阿嬷，甲拄入门孙新妇伫交代3项代志，千万袂做得，袂使做保翁，袂使借车，袂使借。阿嬷，若是阿公要借车呢？古早以前的三更，赶紧老先生，我吊大虫，等退烧。阿母念南无阿弥陀佛，拜托佛祖斗相共。阿母，这基督教病院，目睭金人伤重。阿母，我知，莫插讲，莫气切，莫急救。阿母啊，我知。